做在地艺术的艺术家杨海倩，为着要互家己的故乡加一寡艺术感，即阵伫社区推广编织艺术，邀请社区时代共同来参与，加上学校学生拟部的作品，二十一天伫德家清水公园，向大家分享因共同创作的装置艺术。伫新完成的装置艺术头前，做伙放鸡龟啊！嘉义县德家乡的清水公园，27天正式启用这座社区时代甲学校囡仔做伙参与的大型艺术品。老师那教咱就那做安尼啦，做了唔知完整啊，我唔知啦。完整是真好。教他们从钩织开始，然后把这些织片整个放在我的那个羽翼上面。它也有象征帆的意思啦，也象征翅膀啦。希望在地的都能够各方面都能够起飞。时代的交织，学生的拟步，佮透过艺术家杨海倩的设计，完成这一座一座代表德家的艺术品。日头较大的时阵，佮会当看到涂骹无共的感觉。当然有啊，就是把整个公园变得更活泼。这些艺术的艺文的东西，在这些长者或小朋友身上，他们可能很少会去碰触到。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艺术下乡，让他们学到说，原来艺术也有更有多元的发展，然后艺术也有更不一样的层面。杨海倩表示，上课唔但是教因做物件，嘛是教因对生活的态度。希望这届艺术作品会当互一寡社区看到，大家做伙保存在地工艺甲美学，嘛替一寡社区搁找到彰显活力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